太医已经在里面了。王后还不到产期，怎么会突然早产？瑶儿听到了米怀出逃的消息，动了胎气。身边伺候的人呢？是谁把这件事情告诉王后的？奴婢不敢。王后吉人天下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生了！恭喜太后，恭喜大王，王后生了一个小公子。恭喜太后得了一个嫡孙，大王得了一个嫡子。大王太后，王后产后血流不止，恐有性命之忧。快进去，全力施救！务必要保住瑶儿的性命！去呀！王后怎么样了？王后她……快说呀！王后她不行了。瑶儿，姐儿，大王，大王，产房不急，不能进去啊！姐儿，母后。大王，不能啊！大王，别拦着他！太后，让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说说话。瑶儿，先生，雍大人和魏冉将军来了。请他们进来。是。楚离子，楚离子，坐。楚离子，太后和大王听说你贵体欠安，非常牵挂，特派我们俩前来探望，让大王和太后费心了。听说那楚王怀被抓回来了啊？是在魏国边境上，那楚王怀穷途末路，先是到赵国，赵国不敢让他入境，后又到魏国，魏国也不肯接纳，随后就被魏冉将军的人马给追上了。这就是此作此受，破鼓万人锤呀！你等何苦要如丧考妣呀？啊！老夫心中着实是欣慰的很呐。想当初，老夫曾与太后打赌，10年为期，恢复先惠文王之基业。这10年期还未到，大秦之盛况已远超先王之时。哼，老夫就算是即刻撒手人寰，也可效为先人了。楚离子，
请示呢，一向料事如神，不知对我等还有何嘱托？老夫曾嘲笑太后狂妄，可眼下老夫是真想看到大秦一统天下的那一日。要说嘱托，有2件事可放不下：对外，秦国的对手不多了，只4个字：若楚灭齐。对内，我们都知道有个雍城是大秦的心头之患。那义渠君为大秦立下大功，但他不服秦国律法，自行其事，成为国中之国，迟早是要出大乱子的。但如今太后摄政，我们想动他很难呐。既然朝廷上下都以默认嬴福为我大秦嬴氏血统，那义渠君作为他的生父，就算继续留在宫中，恐怕也无人敢公开指手画脚。更何况，大王与太后母子情深，如硬要大王动手，恐怕……老夫不是说让大王动手，是要提防着有一日那义渠人先动手。楚离子的意思是，义渠人会反。那义渠人天性强悍，胆大妄为，近来又有愈演愈烈的苗头。大王已经承认了，早晚要亲政。待大王自掌权柄，号令天下之时，只怕那义渠人会变本加厉，不听调教，内乱回国。这大秦将有阴暗。楚离子之嘱托事关重大，我等不得不未雨绸缪。楚离子的后事安排的如何了？都已安排妥当，以国相葬，后续嫁人。另外还有一事，楚离子已过世，但国相之位悬而未定，不知雍大人对相位是否有意？谢太后厚爱，但老臣老迈了，太后不如提携一个风华正茂的人才。雍大人心中可有人选？微臣看，魏冉将军文韬武略，智明勇功，最合适不过。举贤不避亲嘛。对了，太后是否听说楚王怀没了？何时的事情？自从将他捉回咸阳，米怀就一直是泱泱不乐。前几日突然不肯进食，太医院派人看过，说是肝郁气滞之症，昨日病故了。米怀昏聩，却恋故土，一心想回郢都去复位，就把他送回楚国吧。是。说起楚国，不知雍大人有何打算？当日我让白起和米荣在楚国撤兵，是因为楚国刚刚立了新君，上下一心，士气大振，伐楚久攻不下，
拖延下去，大量将士滞留楚国，开销庞大，收获却甚微，得不偿失。所以我提出了改灭楚为弱楚。太后所言甚是。既然当时我们已经失去了快速灭楚的机会，倒不如暂时退一步。初离子临终前曾留下4个字：是，弱楚灭齐。眼下楚国势微，其余5国中能与秦国抗衡的，只剩下齐国了。齐王向来贪暴不义，他刚刚灭了宋国，至交意满，招得诸国愤恨。燕国与齐国素有血仇，而秦国与燕国历来交好。派人去告诉孟嬴和燕昭王，就说我大秦愿意出面，联合燕赵魏韩，共同伐齐。是。这么多年，孟嬴和苏秦一直郎有情，妾有意。当年未能成全他们2人，难免心里愧疚。灭齐是他们2人终身的夙愿。这次联合燕国讨伐齐国，先不要说对我大秦有何好处，我是该先还他们一个人情了。听说初离子临终时，还有一事搁放不下。太后该知道是什么事。初离子过虑了，亲情和时间是能化解一切的。那此次征讨齐国义渠的人马，让他们也加入，要一视同仁。公元前284年，燕、秦、赵、韩、魏5国伐齐，连下齐国70余城，势如破竹。联军攻入临淄，齐王被杀。齐国除了莒和即墨2座孤城，国土尽丧。各位爱卿，齐国亡了。恭喜太后，恭喜大王！分这么点儿，哪够我们用的？就是。这次讨伐，朝廷论功行赏，该封的封，该赏的赏，唯独落下咱们一局。太后不是赏了我们金玉器吗？还有酒水、腌肉，还赏给咱们大王4座城池呢。你们2个小子，是不是在咸阳城娶了媳妇儿，成了家，这胳膊肘就往外拐，替秦人说话？看清楚点，这是咸阳城，义渠草原才是你们的家呢。这些年，咱们义渠多少兄弟都在这儿成了家，谁能分得那么清楚啊？老子就分得清楚，朝廷就赐这么点东西给咱们，打发他娘的要饭的呢。咱们这些年为大秦拿下了多少城池？且不说这次伐齐，上次攻打韩国、魏国，咱们义渠兵马可是立下了大功。哼！我看那魏然当了国相，摆起是大良造，嘿嘿，就连那没打过几次仗的闵荣都是华阳君，又封了个新城君。咱们有什么呀？啊，有什么？有个屁！对呀，卖命的时候想着我们，等到论功行赏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撂到最后。我们的脑袋比别人的便宜啊！对，这太后待人有厚有薄啊，不公平！这他娘的是酒吗？都酸了，拿着麻将糊弄老子！娘的！将军，你消消气儿，我到咸阳城再给你弄点好酒好肉来啊！将军。哎，这不现成了吗？哎，站住！哎，将军，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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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车！喂，停车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这是太后犒劳新成军手下将士的酒水和腌肉。什么新成军？不就是闵荣那小子吗？你们不行，我该疯了！
啊！将军不可！将军，让开！哎，好酒，这才是好酒呢！哥几个，哎，把这酒都弄咱们一曲大营去！好，快！将军不可！闪开！闪开！给爷爷撕巴了你！走走！帮帮忙，将军！是，快走，把货拉走！哎，公开滋事，竟然强行夺取朝廷劳军的车马，简直是目无王法！我看此事，你可以这么办：你去找米荣将军，随他一起去宫里向大王禀报。米荣将军？对呀，他们抢的不是太后犒劳给米荣将军的酒水和腌肉吗？哎，您看看，多好啊！好啊！就这2张狼皮，别的没有了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别走！你就拿这2张臭烘烘的狼皮来换我这锦缎，这不行啊！我这锦缎很贵的。贵什么贵？2张狼皮换1匹锦缎，在我们草原都是这么换的。哎，我说你个奸商，你要是敢耍滑头的话，打你啊！哎，你别走！谁怕你啊？这是咸阳，不是你们义渠，这里可是讲琴法的地方，不给钱，休想拿走我们的锦缎！哎，你个臭娘们儿！将军，这俩人蛮横不讲理，咱不要了。这是咸阳城，不过不讲理，这看来不起。你别走！你把我锦缎弄破了！你分明是有意把我的锦缎弄破了！你赔我钱！赔我钱呢！你这奸商故意损坏锦缎，想讹诈我们！别看我们将军老实，就可真有你们讹诈，听见没有？不是，你别走！走啊！赔钱！不撒！撒不撒？不撒！不赔钱！赔钱！赔我的钱！赔我的锦缎！你们不赔钱！还敢在关中门前出城赔钱呢你！撒手就第2次！你别走！别走！赔钱呐！赔钱！走开！将军，走开！别有人就出事了！哎！走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起来呀！你没事吧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一群人杀人了！走！快点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快！杀人了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大王有令，不管何人触犯秦法，一律依法严办。魏将军，走吧。上来！义渠君有事找寡人。不错。何事？我手下有几个将士，在街市上误伤了人，被廷尉抓走了。其中有个上将军叫虎威，你知道，他是我义渠的勇士，战功累累。我刚刚派人去接，廷尉不肯放人，说这都是你的吩咐。虎威等人违法乱纪，在秦国之内，任何人都要遵守秦法，就算是寡人身边的人，也不例外。这种事又不是第1次了，以往犯了过错，大营派去接人，只要交了赎金，便可无事。为何这次不放人？莫非你是故意为难我？若只是普通的惹是生非，自然交了赎金便可。可虎威在街市上强买强卖，商家不从便伤人致死，寡人只能依照大秦的法度行事。哼，好。我今日倒要听听，你如何行事啊？杀人偿命。偿命？一个街边的小贩，怎么可能让我义渠的勇士去为他抵命呢？不管任何人，都是我大秦的子民。寡人身为秦王，就要为他们做主。
看来你是不肯放人了。不错，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大秦的律法。刚长毛的小狗崽子就要呲牙了。听好了，我是看在你母后的份上，我才对你容忍再三。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寡人才是看在母后的份上，对你再三容忍。你可明白，这里是大秦，不是义渠，这里我说了才算。虎威触犯秦法，他是死定了。寡人即刻下旨，让廷尉府议罪。你说了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是我让你做了这个秦吗？你才能做这个秦吗？如果我说个不字，你立刻就得从这个王位上给我滚下去！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我乃嬴氏王族，继承祖业，岂是要你的允许？继承祖业？继承祖业，这才是天大的笑话！是我这个继父鼎力相助，才把你送上王位。如果没有我，你都不知道你祖宗是谁！放肆！我生父乃先惠文王，一个夷狄之辈，也敢自称为父？我与你母后拜过长生天，祭过祖宗，成过亲。你母后嫁我为父，我们自然是一家人。你这些年，我真的是有心把你当成家人，视为己出。可惜呀，你是个养不熟的畜生。既然你视我为外人，我也不想与你亲近。你想从我们这个家里走出去，好，那就各立各的营帐吧。你的家，嫁你为妇，你疯了吗你？不信你去问问你母后啊！你。我们在楚国的探报还说，芈衡听信晋上等人的谗言，不顾黄歇的劝阻，再一次流放了屈子。眼下，楚国已派使臣来到咸阳。母后，继儿，怎么了？你们都先退下吧。是。怎么了，继儿？母后，你和义渠君他……义渠君如何？您是父王的妃子，大秦的太后。可那个戎狄蛮子，他竟敢说你已经跟他拜过祖先，正式嫁他为妇。你这么着急赶过来，我还当是发生什么事了呢。坐下说吧。母后，先喝口水。母后，您说呀。我和义渠君的确举行过义渠的婚礼。可您是秦国的太后啊！我知道，世人眼中太后可以养男宠，却不可以再嫁人，所以我也没打算昭示天下。那你为什么非要与他正式婚嫁？因为那时我有了福儿，我不想让福儿做私生子。另外，我也想有个家。就是因为这个？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可他不这么想。那个戎狄蛮子因为你嫁给他，便把整个大秦也看作是他的囊中之物。不会，他不过是跟你说说气话罢了。母后，继儿不明白。不明白什么？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您这是因小失大。那依你看，什么是大，什么是小？母后，您不是普通的妇人，您是大秦的太后，您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。可母亲想要的东西，却是可望不可及。您说什么？
可望不可及。你一直想要的，不就是天下吗？有一日，王儿定将整个天下亲手献于母后。看来你的确是不明白。走，母亲带你去个地方。原来这个院子竟如此局促，可不是吗？转眼这都快20年了。这里面怎么会如此昏暗？粗鲁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母亲刚进秦宫时的家。后来母亲有了身孕，你父王就要母亲从这里搬出去了。这里这么局促狭小，怎好住人？我与你冉舅舅、奎婆婆，还有香儿、慧儿，我们就住在这儿。我们一无所有，却很温馨。秦宫里有的是宽屋大厦，母后为何要住在这么僻静狭小的院落里呢？因为母亲并不想过宫里人的日子。我原本打算着，有朝一日要轻轻松松地出宫，做个无牵无挂的人。出宫？对母亲来讲，无论是清贫还是富贵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有一个疼自己、疼孩儿的夫君。难道父王不是母后的意中人？进了秦宫，一切都变得身不由己。但母亲的确是因为有了你，才决定留在这后宫当中的。那母后究竟属意何人？皇歇？皇叔父可是母后的情之所钟。你皇叔父，论情，子歇该是母亲终身的心上人。但母亲与他发之于情，止乎于理。如今，他只是母亲的至亲。可不管是谁，都不该是那个义渠君。母后为何会倾心于那个戎狄蛮子？义渠君是个好男人，有情有义，侠骨柔肠。错不在义渠君，那错在谁？难道错在母后？母亲也没错，错就错在母亲的身份。这身份让母亲想做一个普通女子而不能。继儿，这些你都懂吗？孩儿不懂。你没有经历过母亲的遭际，自然不会懂母亲。你若要责怪，就怪母亲做了太后，仍难舍一个普通女子的初衷。这初衷，对外人是小，对母亲是大。对外人是可有可无，可对母亲来讲，却是取暖的炭火。假如为了秦国的社稷，面对大秦的社稷，母亲仍然是个女人。即便母亲与那个戎狄论过婚嫁，天下人妻无数，可大秦只有您一个太后。孩儿是怕，倘若有一日为了秦国，母后不得不做取舍。不会，不会有那一日的。
太后，义渠君来了。义渠君口干舌燥的，你们去给他温一壶酒吧。是。你午后去哪儿了？我到处找你找不到。我带继儿去了会院。你躲我？你为何要对他说那番话？有些事情你知我知就够了，何必故意去激他？对他说了又如何？他是秦王，得敢做敢当。哼，他不认我这个父亲倒也罢了，他竟然说他是因为继承祖业才做了这个秦王。这大秦天下与我这夷狄之辈根本无关。你们两人针锋相对，明明是一家人，却要搞得剑拔弩张，何必呢？他眼中早就没有你我了。他当上了秦王，他以为他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，颐指气使。好啊，既然他长大了，娶妻生子了，你我算是对他仁至义尽了。我们跟他分账吧。什么分账？分开过。按照草原的规矩，孩子长大了就要分给他牛马财物跟人手，让他出去另立一个营帐。你我也不让他吃亏。嬴稷登基的时候，秦国有多少土地，就给他多少土地。你的意思是，从楚国，还有自韩赵魏等国取得的100余座城池，都不给继儿？那些城池都是你我及兄弟们打下来的，与这小儿何干？不可以分账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义渠君，这么多年，我们既是家人，又是君臣。论君臣，我和继儿，因为有你等臣子帮衬，才能共治天下，才有了今日大秦的强盛。论家人，我们如十指攥在一起，才能松萝共倚，同舟共济。若照你这么分账，就会变得不堪一击。这么多年，你和继儿虽有龃龉，但总算是相安无事，怎么能说分就分，说拆就拆了呢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总巴望着至亲骨肉都能聚在一块儿。月儿，你我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说你想怎样就怎样，我说过你吗？我管过你吗？可眼下不是我要分了这情分，是你儿子嬴稷先动了手，他容不下我，有一日他也会容不下福儿。在他的眼里，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。你先让一步，我也会劝继儿让步。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，你也别太执拗了，就当是看在我的份上。恐怕这件事情你已经管不了了。你让我试试，好吗？那你就告诉他，马上放了我的人。义渠人在秦国以养庸成患，铲除他们，是早晚要做的事。楚离子过世之前，对此事也曾有过嘱托。不过，依老臣看，天地相应者，方能成事。眼下便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之局。何谓天时？何谓地利？何谓人和？当日诸公子之乱，诸国陈兵函谷关外，大秦危在旦夕。
若太后不安抚住义渠人，则西北跟着大乱。所以必须对义渠人诸般忍让。如今我大秦如日中天，已经没有必要再忍让义渠人了。此乃天时也。本来义渠人是猛虎，若在草原天高地阔，我们亦由他去了。但如今他们却执意要留在咸阳，并打算鸠占鹊巢，如此虎落平原，就由不得他了。此乃地利也。太后执政以来，坚持推行先惠文王的商君之法，可义渠人屡犯法令，败坏纲纪，闹得民怨沸腾，人人侧目。此时我们拿义渠人开刀，是人心所向，既符合太后推行商君之法的初衷，又可以让各郡县借此整肃风气，取得地方上的拥戴，此乃人和也。雍大人言之有理，只是义渠君与大秦有功，与太后有情，我等不好贸然先动手。但眼下的情形，他们会比我们着急，倒不如以静制动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好，那就照雍大人和国相的主意去办。这是我和香儿、慧儿他们给你做的冬衣，你拿回去试试，看看是否合适。谢太后恩宠。好啦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叫我姐姐即可。姐姐，小冉能有今日，都是因为姐姐爱顾庇护。姐姐一个人势单力孤的，能做什么？还不是我们彼此扶持照应，才有了今日。所以姐姐心里最怕的是自己人与自己人过不去，骨肉自相残杀。大王虽然因为义渠君与太后心生嫌隙，但大王绝不会仅因个人好恶判定是非，一叶障目，而罔顾大秦的社稷天下。那就好。我们都亲眼目睹了那场诸公子之乱，姐姐有生之年，绝对不想让大秦再遭受这样的祸事。列国争雄，不进则退。如若在内部分裂，那才是亲痛仇快。和江山社稷比起来，义渠人的事只是小事一桩，各自忍让一步，就可尽如人意。是。天色不早了，小冉先告辞了。哦，义渠君。慧儿，你去看看今日膳房准备了什么晚膳，有没有义渠君爱吃的炖羊肉？是。你这是做什么？魏冉又没有冒犯你。怎么没冒犯？虎威都被抓了3天了，为何还不放人？我已传旨，让廷尉府暂缓问罪。但虎威杀人证据确凿，总不能不问不审就放了吧？既然答应放人，还审什么？是不是你们还想再拖延点时间，找个借口杀了他？你可知这是为难之事？按照大秦律法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当日继儿的父王犯法，商君因为他是太子难以责罚，就割了太子父的鼻子。如今虎威杀人，我若轻而易举放过，那世人便会以为秦国执法因人而异，那这法度哪里还能让人信服？哪里还能威慑众人？怎么，你还想割了我的鼻子？你这是蛮横无理。既然真的有人犯法，那就要有所处罚，不然会乱了人心。哼，那是你们大秦的法，管不到我们义渠人。义渠人也是大秦的百姓。哼，我们义渠人高兴做大秦的百姓就做，不高兴了就不做。义渠君，这边请。
义渠君，就是这件。把门打开。这……打开。是。打开。是。请。大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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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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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在这儿度日如年呐，你怎么今日才来接我们出去啊？大王，你看到没？他们把我们当牛马般锁着，他们就没把我们一群人当人看，关在这里头没酒没肉的。大王，快带我们走吧。本王知道，兄弟们在这儿受苦了。太后说了，很快就会把你们放了。只是眼下怎的？眼下兄弟们还要在这儿再熬几日。再熬几日。好。既然我等给大王惹了麻烦，那就听大王的，再住几日，住几日，住几日。为了大王，我们再忍忍，住几日，不就受点委屈吗？住几日。你给我进来！义渠君有何吩咐？把我兄弟们身上的链子立刻摘下来。这按照大秦刑法，他们犯的可是重罪，万万不可。少说废话，我让你谢了。本官无权擅自做主，这必须得请示了蒙敖将军，方可行事。你信不信？义渠君，这个虎威将军犯的可是死罪，朝廷若是追责起来，本官实在难以担当。大秦朝廷管不到我们一群人。对，义渠君，你吃的也是大秦朝廷的俸禄啊！那从今日开始，这俸禄本王不吃了。你竟敢杀廷尉！义渠君，你要谋反！别杀我！你也不想活了吧？小的照您的话去做便是了。看。大王，解开！眼下我们该如何？走，往回大营。走。太后，昨日若非白起将军带人及时赶到，两方早已火并。眼下，王军已将义渠大营团团围住，如不妥善处置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太后，义渠人在咸阳如此胡作非为，已经触及秦法根基。若太后再念及义渠人的功劳，不忍责罚，使得纲纪废弛，只怕秦国没有来日了。义渠君刺伤廷尉劫狱固然犯法，但臣以为此事不可就事论事。处置义渠君将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需谨慎小心。此事看似突然，实则必然。义渠人尾大不掉，这样的事情迟早发生。太后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啊！雍大人所言甚是，但微臣担心的是，如今列国争雄，我大秦内部理应齐心协力，万不能自我瓦解，发生内讧。好了，此事我心里有数。可眼下就在咸阳郊外，秦军和义渠军剑拔弩张，该如何解局？以微臣看，以3日为限，要义渠人交出虎威。若他们识时务肯交出来，而后再议其他。也只好如此了。
白将军，此事由你去办，你是两军之中最合适的人选。臣遵旨。想让我交出虎威，想都别想！大王，你应该知道太后对义渠人的爱国。虎威这个案子本来还有转圜的机会，可是大王一时兴起，伤人劫狱，反而让彼此进退失据。哼！大王若能在3日之内交出虎威，也许还好重新商议。人是我伤的，玉是我劫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让他们来找我。大王，太后让我告诉你，这已经不是你和太后两人之事，是义渠人和秦人是否还能和睦相处之大事。大王可以去外面看看，上万的人马已经围困了义渠的营帐。大王，你这是要用义渠人和秦人的性命作为赌注吗？义渠人宁可自己死，也不卖兄弟。我是绝对不会把虎威交给你们的。如果你们想打，别啰嗦。你这不是只顾虎威一己之身，却陷义渠于谋反之罪吗？反就反了，我怕过谁呀？大王。大王，虎威再敬你一碗，谢你带兄弟们生死手足。虎威，哎，这些年，兄弟们跟我鞍前马后，始终不二，是我对你们照顾的不够。哎，大王。你把命都给兄弟们了，还要如何？哎，我的命本来就是兄弟们给的。哎，你还记得那年吗？我义渠国与东湖开战，我义渠勇士遭了埋伏，数万人战死在沙丘之中。是你，是你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。靠着喝狼血吃马肉，几十天才回到义渠老营啊！啊！那是大王你命大。我们义渠人的命是什么？战死为吉利，病终为不祥。能跟兄弟们生在一起，死在一起，知足了。来。眼下，虎威给大王和义渠人招致了麻烦，导致秦人对咱们不依不饶的。既然都是虎威的错，那就请大王不必再为虎威担干系了。屁话！你惹了麻烦，我也惹了麻烦，这叫锅底不咸灶黑。你我是龙头跟缰绳，谁都离不开谁。再多说都是屁话。哎，可是秦人兵马把咱们义渠大营围的是密不透风啊！让他们围吧，我们在这儿喝酒吃肉，怕什么？有朝一日，兄弟们待烦了，就带你们杀出去。天高云阔，去哪儿不都得由着咱们？对，但是。那太后，她是我的女人，她会跟着我走。那个女人，身子跟着大王，心却跟着秦人。我跟她有过誓言，她不会对义渠人怎么样。大王，你还记得吗？老吴至死都不肯让大王跟那个太后成婚。看是虎威也不明白，他为何说若是大王娶了那个女人，义渠将要大祸临头了。如今看来，老吴的话灵验了。
既然你我是兄弟，我就不应该成为你的累赘，成为一群人的累赘。将军，今日3日限期已到，义渠那边若根本不予理睬太后的旨意，我等该如何是好？先礼后兵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将军，有人出来了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护卫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闪开！将军，将军，护卫将军，将军，闪开！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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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！将军，不能去啊！将军，你不能去啊！将军，走！将军，将军，回去！走，准备迎战！秦国小儿，为我义渠大营多日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拿你虎威爷爷吗？今日爷爷在此，来拿吧！将军，会不会有诈？拿下！是。就凭你们几个，也想拿你虎威爷爷吗？也不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！大王，虎威先走一步吧。虎威自刎，出乎意料。虎威死了，倒也解了一个难题。明日可通告天下，就说虎威受秦法感召，幡然悔悟，以死谢罪。我们也可将蒙敖将军的兵马撤回来，免得进退两难。可是虎威和义渠君关系迥殊，我只怕他那里，难办。
升天在上，兄弟，我知道你是为我而死的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为我白死。我的兄弟，高将军的人马已经在日落前撤走了。他们趁虚如愿了，害死我的好兄弟。大王，只怕胡威不顾一己之身，也是为了成全大王和义渠啊。胡威忠心，他一心只为了我着想，从此我活着便欠他一条命。事已至此，大王放手吧。我不会放过他们的，不是他们苦苦相逼，胡威不会死。大王，我愿禀报太后，大王愿意带着部下回到草原。大王是草原上高飞的雄鹰，太后是盘踞在咸阳宫中的凤凰。你离不开草原，他也离不开咸阳。大王，既然大王已经统一了草原，义渠人已经有了远胜于过去的富饶的土地和坚固的城池，咸阳不值得再留恋了，义渠人该回家了。不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，这里的一切都有我义渠人的一份儿，我为什么要回去？啊！大王是因为舍不得太后，她是我的女人。假若大王和太后已经走到了尽头，留在咸阳只是对两个人的戕害。你个狼崽子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已经是我们义渠人的异类。听好了，我与芈月是一家人，我们有孩子，整个江山是我们两个人的，谁也别想把我赶出咸阳。那秦王呢？你可替他想过吗？他既然不想与我是一家，那就散了，我不亏欠他。大王错了。我错了吗？大王错想了太后，错想了义渠在大秦的分量。我与芈月是夫妻，是否对错，用不着你告诉我。大王知晓的是太后，她是大王的妻子；大王不知晓的也是太后，她是大秦的太后。大王，不要再逼太后两者中选其一了，那是会逼死人的。太后，义渠君来了。义渠君，坐。义渠君，太后赐座了。本王不
不想做。义渠早已归顺大秦，义渠君不可在太后面前再称王。你个阉人，本王面前也有你开口的份儿。木心是秦宫的大监，治宫整饬是他的分内之职，这是宣誓殿，不是交房殿。义渠君，还是遵守礼法，好自为之吧。那你就让他出去。木心，在，这里不用你了，你出去候着吧。是。背上一个以死谢罪的名声，你们秦人好毒！虎卫触犯秦法，当街杀人，说他幡然悔悟，以死谢罪，比不知悔改、畏罪自尽不好吗？我已经让朝廷送去了钱粮，派人去后续他的家人，该是给足了他面子。面子？人都死了，还要什么面子啊？是他自己寻的短见。论杀人罪，他也是该死的，谁能害他？好，你是太后，你说话句句偏袒秦人，你心里哪还有我们义渠人？无论义渠还是秦人，说的都是个公允。义渠君，一起用事害人害己，伤人劫狱之事，朝廷还没有追究呢。本王不怕追究。你在追究本王之前，先把那两个龌龊的小人给本王抓起来。谁？蒙敖，还有雍瑞。为何抓他们？他们两个是害我虎卫兄弟自尽的罪魁祸首。雍瑞策划3日的期限，蒙敖带兵围困我义渠大营，我要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我的兄弟。何必那么多周折？是我准许的3日期限，是我要蒙敖领兵包围义渠大营的，你来取我的人头吧。你别逼我！义渠君，你该迷途知返了。义渠君，在这大殿上，你一直叫我义渠君，在你的心里，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你的男人，你从来没打算让我染指江山社稷。你我是宣誓殿外的夫妻，宣誓殿内的君臣，江山社稷，自然不可任人随意染指。我说的没错，你这个女人，身子跟了我，心却跟着秦人。我能给你的，我都给你了。好，你若无心，我不强求，我与你之间各归各路吧。义渠君，你想怎样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我不会对你怎样。但这大秦天下，是我帮你打下来的。我既然可以帮你打天下，我也能毁了这个天下。
缝制好了，等哪日义渠君来了，再给他吧。收起来吧，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来。母后，太后，先生今日夸奖公子福了。夸奖福儿什么？先生夸福儿敏勉虔诚。福儿是如何对答的？福儿对先生说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福儿答得好。可是，香儿姑姑说，王兄像我这么大的时候，比我更能干。父王常让他看策论，还让他到司王馆去听策士们辩论。若是你们的父王还在，也会让你看策论的。可我从没见过父王，母亲是在梦中与父王相会，才有了我。那，福儿，你想见父亲吗？想啊，下次福儿做梦，让父王看看我好不好？过2日，福儿就10岁了。真快啊！我的福儿都快10岁了。太后，有事吗？义渠君派人传来口信，说后日就是公子福的生辰，义渠君有几匹好马要送给公子，并请太后带上小公子去骑马。母后，我要跟你去骑马。母后，我们去骑马吧。母后，我要去骑马。母后，你就让我去吧，我要去骑马。母后，你就让我去吧。好。来，上马。小心啊！嘿，好嘞。福儿，抓紧缰绳。记住了啊，这马可是很聪明的，专欺负怕它的人。如果掉下来，千万不可以哭啊，要不然他会看不起你的。知道了。去吧。这，快点，这，快点走，这，别扶我，这。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我开始曾不想来的，可你还是来了。福儿10岁了，我想让他见见亲生父亲。坐吧，咱俩喝一杯。下去吧。义渠君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？你穿着一件大红披风，一路自乱军中冲出，我想拦你，你却用石子打了我好几下。当时我在想，怎么会有这么刁蛮凶悍的女人呢？当日我想着，你们杀了黄歇，我也不活了。没想到，我还是活了下来。那时你为了黄歇，一心要杀我。可是到如今，你还没杀掉我。我不仅没有杀了你，还做了你的女人。长生天在上，有些事情我们自己做不了主。可我想自己做主。我真想叫时光倒流。我想让你我仍像从前一样，心无芥蒂，和好如初。
野马君，一家人在一起不好吗？我和你跟福儿是一家，但愿那嬴稷不是。福儿是我的孩儿，继儿也是，你能叫我如何？你太贪心了，明明不可兼得，却样样都想有，永不知足。世上母亲对自己孩儿全都一样，十指连心，不分彼此。夫君就能分出彼此不同是吗？我不如那嬴稷的父亲。这不是你的真心话。那你就带上福儿跟我一起走。从今往后，他姓翟，不姓嬴。你知道，这不可能。大王说了，看他手势，只要他把酒碗往地上一扔，咱们就冲下去。记住了，掳走太后和公子，其他人一律格杀勿论。